在座各位坛主、各位先生大德，大家午安。首先呢，后学感谢天师德，感谢我们祖师爷弘慈、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大德容恩，当然老前人的五大牺牲、前人慈悲感召，本团师提拔给予后学机会。当然还有在座各位坛主、各位先生大德不嫌弃，那让后学呢有学习的机会。今天呢占用诸位大德一点时间，后学呢来学习报告。那后学呢，因为前阵子染上新冠肺炎，那情况非常严重。因为这当中有天师的，所以我们讲的是要后学来学习一下。那么后学呢，先把它浓缩一下。先做一个报告先。后学是在上个月，就是5月10号，正式确定染疫。其实整个事情的变化也有很多的天师的。后学在9号的时候，10号是星期一，早上去医院confirm染疫，就是染上新冠肺炎。在前一天9号的时候，后学还在发生佛堂还在开班，头前全部回来，后学还在跟他们在学习开班。那因为后学讲课之后，后学那时候把口罩脱下来，他没有戴口罩，后学没戴口罩。9号早上开班。那么开完班过后，下午后学休息的时候，后学就开始感到身体不舒服，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很严重，所以没有察觉。到晚上的时候，情况好像越来越糟糕。那后学从来没有想过会染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学的日常生活状况很简单，上班回去，然后再上班，然后就没有去哪里了。尽量避免那些外面的活动，所以后学怎么想都不可能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般上要做的防疫措施，我都觉得我做到了。可是这种事情要发生的时候，我绝对是让你意想之外。所以后学从来没想到。那就在9号，就是说礼拜天晚上，那时要到第2天的凌晨这个阶段了。后学是完全不能睡觉，身体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那么是在凌晨2点半的时候，后学为什么记得2点半？因为到2点半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在后学的耳朵讲话，他怎么讲？后学笑到了。他第一句话他跟后学讲：时间到了，你已经染上新冠肺炎，明天早上赶快去做检查。因为打开眼睛，怎么会有人跟后学说话？整个房间只有后学一个人，那后学心里就有数了。那时候再看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，那后学就不能睡觉，就一直到星期一早上去检验了，那后学就 confirm 染上新冠肺炎。那时候那医生就叫后学马上回去隔离，他会打电话去卫生部，那后学就开始隔离，在李坛主的家。那感谢李坛主慈悲，这一段时间照顾后学啊。那在隔离的前面那1-2天呢，当然那些symptom就全部出来了。我后学一来就很严重，发烧啦、喉咙痛啦、泻肚子啦，然后不能吃东西啊，吃了就呕吐啊。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全身的骨头都在痛，可以说从头发痛到脚底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痛的。总之那种状况是24小时一直在痛。那前面那1-2天呢是在李坛主的家，后来之后情况不乐观了，然后才转到这个坛主在后学。坛主也很大胆的，后来染疫了，他也用车在后学到8升的中央医院直接就检验。后学进去的时候，原本那个紧急部是不收后学的，因为医院已经爆满了，他叫我回去，可是我们坚持要进去，所以他就在那个 emergency 那边呢就 observe，
观察后学，从下午5点多观察到凌晨1点，看情况不对了，最后才勉强收留后学到中央医院去。第二天检查过后，他直接就把后学放在第8楼。后学知道什么第8楼？因为第8楼是重症区，因为我的隔壁就是 ICU 所以 ICU 在旁边，后学在外面。那后学进到第8楼的时候，后才知道情况有多么的严重。整个巴生佛堂，对不起，整个巴生医院呢已经爆满，后学没有床位，我们全部是睡在那个走廊旁边，后学就睡在那个 ICU 外面那个走廊而已。因为整个走廊啊，就因为空间不够了，连走廊也拿来做床位，所以可以想象那个情况很严重。而且去到了才知道，哇，原来这么严重，人这么多 ，ICU 也爆满。那 ICU 是怎么做的嘛？今天他看啊，你比较严重吗？给你进去 ICU 4个小时，啊，你比较稳定了推出来，那个严重的进去。就是一直推进推出，推进推出，就是医生来决定谁最严重谁先进去，谁比较不严重啊，你在外面等。当然他有点呼吸器。那后学进到里面过后的前面那6-7天呢，情况好像有改善，因为烧退了，喉咙退了，喉咙不痛，后学就以为应该快好了，医生也这么认为。可是事与愿违，到第9、第10天的时候，突然间好像状况一夜之间变得很严重。但是因为到第8、第9天的时候，后学上洗手间的时候，后学发现到后学的鼻子啊就开始有很多那个血块，就哇哇哇就流血了，那血块就一片一片掉下来。那医生讲哇，好像不好了。他就要安排做 CT scan， 当然他有打电话给李坛主太太，因为那些电话是放李太太，医生就跟李太太讲，他说情况不乐观，因为后续有抽血嘛，那时候情况就是说他每天都来抽2次血，后续被抽血抽到很怕。因为那个护士很新嘛，每次抽血他都要抽我5、6次才抽到血，痛了都要半死了。每抽一次血要花1个小时，因为我们的待医院太久了，那个血管下沉，他找不到血管，所以他要这边插一插，那边插一插，插到找到血管为止。到最后的情况没办法了，还要像缝针这样插破我的手，让他流血，再看那个血管在哪里，再从那边抽血，所以也很痛苦。所以抽血的时候，后来才发现到原来后学可以说很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啊。那么得到的是好像最新的叫做 Variant India， 就是最新的印度变种，而且是最强的疗法。看到我那很严重。然后就有跟李太太说，你要心理准备啊，基本上这种病种变毒，如果跑到肺部的话，死亡率是超过80%，医生是这样跟我讲，不过还不确定。后来李坛主慈悲就请示了我们3个讲师，后来才有麻烦各位坛主。各位前贤有慈悲后的那个现象，后学在这里呢，跟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感谢慈悲。然后诸位大德祈求上天，那让后学呢铭记于心，莫齿难忘。这个很感谢诸位大德。那么各位前贤大德开始慈悲后，第2天呢，后学就进去做 CT scan， 不如所料真的是那个病毒已经侵入到后学的肺部了，而且排出来的那 CT scan 他给后学看，开始有很多白点。他说你的肺部最少有30% 已经破坏了，已经被纤维化，所以看到很多白点。他说这些白点是因为后学的肺有30%的部分已
已经开始那个肺已经剥落，开始流血了。所以现在你那剥落的血块全部累积在你的肺部，你的肺开始积血，而这些血块呢又塞住你的血管，所以你开始很难呼吸。我觉得那时候已经用呼吸机了，已经很难呼吸了。他说，基本上呢，这个病毒呢已经入侵到你的肺部，已经到了38%，已经很严重了。接下去呢，它会从38%、40、50一直增加。那医生也很可爱，他直接跟我讲，以此推算呢，你应该熬不过第7、第8天。这个脸色就变了。我说医生还跟我讲，你没有担心，我已经打电话跟你的家人讲了。后学那时候只能看出他也看出后学，他就跟我讲一句话，他就说曾先生，我老实告诉你，其实我们医院没有要给救你，我只能做的就是跟你打抗生素，跟你打类固醇，跟你再打多一支insulin，再跟你打多一支那个blood digestion的药，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血塞住啊，他打一种药是把那个血块给融化掉，但我最多只能跟你一天打4支，对不起，一次打4支，一天要打3次，所以一天会要打12支针，一天要打12支针，一天要抽血2次，所以那段时间呢，只要那护士推车经过或者就发抖，因为那个打针的过程很痛苦，那是这么大，那医院很忙。你以为他慢慢跟你打，没有了，他是这样子插进那个洞，他就这样子打下去，我整只手到心脏那边至少痛1、2个小时，所以打4支下去，这个基本上就要昏迷了，痛到每次打针或者每打一次针，每次后就哭一次，太过痛，所以后来听到那个推车的声音啊，就已经开始手在发抖，脚发抖。因为那过程很痛，所以医院真的是地狱啊！最好不要到那边去。那当然，医生跟我这样讲了，或许已经开始心里就在想很多事情了。当然，这段时间在医院，我学得很深刻的体悟就是说，到了医院去，那种环境相当负面，因为每一个病人呢都很负面的，不管是讲的话、看的事情都很负面跟极端。或许在那边快3个礼拜，我是看到很多人受不了，因为有的人比或许住更久，他们要自杀，甚至或许睡旁边的人，他把针管拔掉，他把那个针头丢到我的床上，然后让他的血一直流。然后我就发现到了，叫护士来跟他止血过后，重新插上针管，他又在自杀，他受不了那种痛苦，所以里面当然有人自杀，所以到半夜有人要从上面8楼跳下来，可是都被制止了，所以那种情况很负面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或许住的那个大 B 区才40个人，每一天或许看到都有人推进去，都有人推出来。或许看最高纪录，一天可以推6个人出来，就是死掉大概不推出去。因为或许是睡在走廊啊，不管进的人都会经过我旁边，出的也会经过我旁边，我一直在算。而且里面的床位呢，没有超过10分钟是空的，只要这个人死了，推出去，那个护士来做 sensation 啊，过后很快的有一个人补上去。最快也在看啊，最快的记录是早上推进来，下午就出去了。或者旁边的邻居说实在，后来到后期或者不敢认识他们，因为我旁边换几个，甚至还有一位呢，医生还跟他讲恭喜你过3年可以出院，结果他第2天就死掉了。而且看那个，只要或者每天看到早上护士在洗床啊，我知道这个人已经走了。所以在那一刹那呢，那一段时间呢，或许感到死亡是多么的脆弱，不管在世多聪明、多有钱，你能力再多好，只
甚至你的道理讲得再好，你随时都会死，而且很快，而且出乎意料。所以后学的感觉是说，人生命是很脆弱。这个时候，你认为你的财富、你的工作、你的事业、你的能力在多么的好，可是在那个环境底下，其实都是一文不值的。当下只有一样东西是你可以靠得住的，那只有天。后学在那段时间只重复做忏悔、反省、早晚现行想，只是这样子而已，一直的在反省忏悔。那这当中，因为长时间在里面，就让后学呢可以做一个比较比较深入的忏悔，把事情呢看得更透彻。可能以往后学都看不到的东西，想不到的东西，不能体会的东西，就在那段时间在医院里面，因为身体上很痛苦，心灵上呢还要更加忏悔，就让学看到很多以前的犯的错误过失。要不然平时身体好时候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忙工作、忙上班、忙其他事情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深入那段时间是最好的时间去深入，然后不断一件一件的去忏悔，那你才看得到原来自己以前认为对的东西其实都是错误的。所以忏悔是要很深入，所以后学也这当中学到很多东西，这是第一点。当然第二点就是说，在那段时间你必须要经过天人交战的一种心路历程，因为身体很痛苦，他那个痛苦是24小时的，一直在痛，一直在不舒服，那心里面难免会有一种埋怨的心情跑出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要用怎样的心态来，不是讲说服别人，是来说服自己，把那个不好的心念呢把它给去掉。当然后学要第二样东西就是学会用三宝，不是一起用，是分开用。这是第一宝，在你的心灵里面很烦乱的时候，用第一宝过后，慢慢心情就会平复下来因为在那种情况很负面，常常都会有人来问后学谈天他是说我会死吗？我明天还可以看到你吗？我们都是讲这些话，他就跟我姐讲，因为在那种情况，每个人都不知道能够活得了明天嘛，明天还算是很长我看不懂会活得了下1分钟或许也看过，或许旁边的人1分钟前还在吃饭，1分钟吃完饭，他在那边上气不接下气，推出去就死掉了，饭都还没吃完，吃一半所以你说阎王要人3更死，无人能留你到5更，那最后一顿饭都不让他吃完，吃到一半就走所以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身历其境呢，才知道这当中的严重性。好，那话又说回来，到了 CT scan 出来过后，医生跟后学讲那一些很直接的话的时候，后学心里面是很震撼。可是后学跟自己讲，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事情，后学也要接受，因为我不能做什么。或者是跟上天老母娘说，一切交给上天去做主，后学会接受。不过很遗憾，后学感觉到后学有很多东西没有完成，祈求上天慈悲赦罪。但后学是心里这样想。那么到了第4天，就是或者进 ICU 的第4天，因为医生说应该不会熬过第7或第8天，就到中间那一天。刚好后学还记得那一天是农历4月15，应该是维萨节因为后学母亲打电话给后学，他说今天是初一15，明天是维萨节，要去佛堂吃杯扣。那时候后学不能讲话，没有力，只能听而已那我的电话盖
或者记得快11点的时候，那个护士又推来又跟后学打针，后学又开始发抖了。可是那一次很奇怪，那次打针没有痛，很奇怪，没有感觉到一切很 OK， 而且针打完过后呢，很快就很累了，想要睡觉。应该11点多就迷迷糊糊就睡了。睡的时候，后学突然间会打开眼睛一看，然后后学在医院哦，打开眼睛看，怎么情况完全不一样？后学发现到我不是躺在床上，不是在医院，而是在一个箱子，一个铁箱里面。那又很冷，真的很冷，而且会发抖。可是我也发觉到我身体不能动，只是这个头可以左右转动，身体躺着是不能动。那后学发觉到左边右边都有人，又会转过去看，左边一排都是人，右边一排也是人。后学心里在想，后学在哪里？那后学因为身体不能动，头能动嘛，后学用这个眼睛斜看隔壁，就看到隔壁人的那个脚那边哦，有挂住那个牌。后学心想，脚趾挂牌的好像只有死人才会有脚趾挂牌。我就看一下，好像不对，旁边人都不会动。后学第一个想法，是不是后学死掉了？因为可能离到那个停尸间。后学第一个想的是这样。是后学后来出院才知道哦，因为死人放太多，我们放在那个孔德纳。后学原来只知道那个时候后学是在孔德纳里面。后学一直在想，想过后，而且又转头看左边，后学左边呢是一个前道，后学还记得他样子，30几岁，很年轻。转过去看他，突然间他也转头来看着我，两眼睛大力的瞪着后学，后学吓一跳，后学就不敢看，他就把头转正，后学就看右边，右边是一个坤道，很年轻，20几岁，长头发，也很漂亮。那他也。我看他说，他也看着后学，两个眼睛瞪着后学。左边有人瞪我，后学有人瞪，后学不敢看，后学只有眼睛看上面。而且第一个想法，老师说老母娘慈悲，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情，后学接受，可是请老母娘慈悲，不可以再给予后学机会？后学很多事情还没做，而且这个想法一想完，因为后学只能看，只是看前面。或许就看到有一个人，就从对面走过来，就走到后学的脚的那个部位那边，他就停着，因为后学是躺着，他是这样站着。那么这位仙佛呢，很高大，而且看不到他的样子，我最多只是看到他的肚子这个地方而已，因为他太高了。然后而且他穿的衣服以上全部发亮。所以后续看不到他的样子，总之知道仙佛很高，也很亮。他走到后学前面，可是后学听得到他的声音。他一走到后学前面，然后他就叫后学的名字。他说：“彩文，站起来。”后学心想：我都不能动了，我怎么站？而且后学听到那个声音，后学感到很熟悉，似乎跟我讲这句话的仙佛或许似曾相识，可是一时想不起他是谁，因为他会叫后学的名字。那后来呢，因为后学不能站了，那么仙佛很慈悲，他就用他的手去抓后学的手。他是站着哦，可是他的手臂伸到很长，来抓后学的手臂，后学可以感到那个是很温暖的。他这样子一拉，后学本来是躺着嘛，一拉就被他拉起来。可是在他拉的那个过程中呢，旁边这位前道跟坤道呢，他们也伸手来拉后学。仙佛是要把后学拉上去，那一前一坤是要把后学拉下去。可是问题是仙佛的力量很大，所以他一拉力量太大了，后学就弹上来，所以他们就放手了。放手了过后，仙佛就跟后学说：“他说你跟着我走出去。”他就往那个孔德纳的那个货柜的那个门口就走出去，后学就跟着他走，就跟着他走。那走的过程当中，后学就有点顽皮啊，
我就转头看一下到底那个拉我的后学的那个前道吞道，我想再看多一次他的样子。他一转头的时候，他们也看着后学我也看着他。那个坤道还会跟后学拜拜，他看拜拜，后学也就跟他点头一下，然后就跑掉。走到那个container的门口，后学一踏出去，后学就醒过来了。醒过来然后后学看一下，凌晨4点半，11点现早这样，4点半后学就醒来了。而且因为后学那时候在 ICU 嘛，又插管又放那个呼吸机，又吊很多水，那基本上就不能下床，所以我们都是穿 pampers， 我都会给那些病人穿 pampers。可是后期4点半起来的时候，后期可以自己把那个呼吸机自己拿掉，然后自己会穿鞋走路到厕所，方便了再回来。而且回来之后就在想，我为什么可以走路？原来不能走路了，就可以走路。那回来过后呢，后期躺在床上呢，又迷迷糊糊又睡下去了。这个梦后期做了2次，前面那一段呢是又在重复一样的事情，那后期不讲了。但是后面第2段的梦有稍微 extend 一点，再加多一点情节下去，那就一样哦，就后期跟那仙婆就走到那个门口那边。第一个梦后期走到门口就醒过来了，第2个梦呢，后期走到门口的时候还没有醒过来，只听到声音啊，仙婆很慈悲啊，他说上天留你一条命，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还有使命要你去完成。然后后续说感谢慈悲，感谢慈悲，后续只会这样讲。可是后续知道那个声音很熟悉，可是又不知道他是谁。那过后呢，后续再醒过来。醒过来的时候看一下时间，那时候是凌晨已经5点半，那后续就不能睡，到第2天早上，那个护士来做检查，他会查后续的血压、心跳，还有那个血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oxygen level， 查我的那个氧气的浓度。因为前一天后学的氧气浓度掉到60了，正常人是95，你只要低过90就危险了，后学已经掉到60了，就是差不多一只脚已经进鬼门关了。因为基本上医生也是差不多知道了，可是护士他看到后学第一天早上检查的时候，后学的血浓度，氧气的血浓度回到97，他跟我讲，你傻啦，他就开始讲马来话，你傻啦，他讲他再查多一次，他查3次，就是97、97、98，他就赶快跟医生说，后来医生就跑过来跟后学再查。他说：“你有可能你前一天才60，今天1个晚上回到97、98。”他说：“你是正常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相信。”就拖到下午的时候他再来看。后来下午的时候他就决定把后续的那个氧气机全部撤掉，然后就可以推到外面去了，就推到外面去。所以后学从那一个晚上开始，就是做了这个梦以后，仙佛慈悲救后学了啊，上天慈悲，开始呢，后学的身体就自己好了，自己慢慢好，自己可以走路，那个血浓度也恢复正常，全部都恢复正常，后来就不需要再打针。不过呢，肺部受损的那30%呢，还是会有啦，所以后学现在还要吃药，至少要吃6个月的药啊，里面的那个血块全部排出来。至于这个受损的部分，那就看以后会怎样去调整。那讲到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就是最大的天人师德。那么这整件事情呢，后面的部分在康复的部分呢，就差不多用了1个礼拜。前面那14天呢是属于严重期，后续快接近3个礼拜，快接近3个礼拜。所以这一段期间呢，让后学感到天人师德的浩大。当然还有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地方，就是这整件染疫的事情只有后学1个人而已。后学公司或者公司上班，我每天都会跟我的经理开会，至少1个小时。后学染疫的时候，我马上通知人事部
把跟后学这些 close contact 的经理全部送去做检查，他们一个人都没有事。然后感谢上天慈悲，前一天跟后学一起学习开班的所有的道亲，也没有一个人有事。当然还有李坛主的家人跟我们住在后学跟他住在一起，也很奇迹，一个人也没有事。那后学的心才放下来。所以真的表面上看到是后学染疫，背后呢会有因果的关系。当然，点安师跟我讲，这个可能借助这个事情，让你处理掉一段因果关系。可能那个钱道跟那个坤道啊，时间到了，找到后学了，借助这件事情呢，可能要后学了这笔债。可是因为承蒙上天慈悲，留这条命下来，是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所以很感谢上天的慈悲，也很感谢诸天仙佛，也很感谢这些业力，他能够放后学一马，让后学有机会呢行功了验，回馈给他们。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就是立业。后学在那段时间呢，原来是交代说你一定要立业，所以后学呢也有自己跟上天立业、忏悔、立业，加上慈悲扣，最后呢让整件事情呢才有办法扭转乾坤。所以原来是讲得很对，在疫情的时候呢，你更加应该要常回佛堂，你更加应该要开班。所以这件事情告诉后学，告诉大家，以正常的情况下，后学中的是比较大印度变种病毒，这种感染力比一般的新冠肺炎还要强几倍。可是不可思议，后学周遭的人没有一个人染疫，只有后学一个人，所以这个没办法解释。后学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听隔壁的安弟跟我讲，他说他家拜祖先，全家兄弟姐妹12个人回来吃饭，其中一个兄弟已经染疫，他不知道。回到家里吃饭，大家有保持 social distance SOP 跟到完，只是吃一个饭前后不到15分钟，全家12个人全部染疫。我就跟他说，我家里附近没有一个人染疫，医生也不相信。所以这个有些事情，你用很医学的立场去看，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可是偏偏它就发生了。所以很多道亲，很多有一些清火人才还会认为说，现在这段时间我不能回佛堂，不要去开班。以后学的立场来讲，后学也一样跟足 SOP。当然大家不要误会，不是说叫大家不要戴口罩，不要去做跟 SOP， 你还是要跟。问题是，如果该发生的事情，它还是会发生的；不会发生的，它还是不会发生。所以一切呢，还是以你的起心动念为主。这一个起心动念呢，就造就了你往后事态的发展的情况，就依据你这个念头，你现在当下的这个心态来做最后的你的命运的决定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很感谢上人慈悲，而且后学的康复呢的速度蛮快。后学拜五，后学知道那天是拜五出院，我下个拜二就去上班了，就开始做工了，隔离5天我就做工啊。后学其他的同事我听说他们出院了，还要在家休养1个月2个月。后学有几个同事，别的公司，他到现在还走路还用绷带，讲话还没有力气。后学因为等下是叫后学去运动嘛，后学去运动，结果后学第2个礼拜我就可以跑步了，后学现在可以跑3-4公里没有停。我的肺一下子很好，精神也很好。后学现在因为可能住院的关系，也养成一个习惯，我每天4点半就起床了，4点半梦起来
从那天开始到现在，每天4点半起床，然后就很精神，一整天都不用休息，到晚上睡觉，或者晚上差不多11点，现在晚上11点11点以后就睡，4点半起来，一天只睡5个小时，就精神一直很好，一直很好，所以后学突然间时间多很多，我觉得就用早上的时间去看真书，因为4点半起床。后学8点上班，还有4个钟头的时间，或者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包括做运动、看圣书，然后整理后学的一些工作。后学突然间觉得时间变很长了，而且生活也很充实，精神又比以前更好。很感谢上天慈悲，让后学有一次的重生的机会，再来一次。所以这一点呢，这个是一切不可思议的天使的。这是一个部分，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呢，原本是要请巴生理坛主讲啊，然后巴生理坛主叫后学来学习啊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后学出院过后，回到李坛主的家，过了2天，就是休息了1天，第2天，后学就把这件事情，天师的我就先告诉李坛主李太太，然后过后再告诉我们的点燃师。那过后，李坛主没有什么听到，是李太太听比较多。最后李坛主，他就第2天早上他起来跟后学讲，他说：“坛主，昨天你的爸爸来找我。”我说：“哈，后学的父亲已经归空20几年了，他怎么来找你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是这样啊，我昨天晚上睡觉。”他说：“我看到你来敲我的门。”他说：“后学我去敲他的门。”所以我坛主就开门。他是说后学跟他说我爸爸找你，在里面找你，你去见他一下。那李坛主说后学我就走开了，他也不知道我去哪里。坛主就走到那个佛堂门口，就推开那个门，他说一推开，里面很亮，他就看到后学的父亲，因为后学的父亲已经归空20多年，后学父亲是坛主啊。那他就站在里面，他是坛主说他穿件白衣啊。然后就第一件事情看到李坛主，就跟李坛主讲感谢他很慈悲，这段后学染疫的这段时间，坛主照顾后学很多，所以后学父亲在梦里面感谢他，所以送他一样东西。那东西后学不会描述啊，因为坛主他会描述，他说很特别，好像很先进的东西，放耳朵的。那坛主很谦虚，不敢接受。那后学父亲就跟他说：“你要接受，就放下来，就走掉，就走出去了。”那坛主就出去的时候，他已经看不到我，也看不到我父亲了。他就走回来，觉得这个东西很好，他就收下来。收下来过后，他就醒过来了。那第2天他就跟后学讲，他说：“你父亲，因为坛主认识后学父亲啊。”你父亲已经归空那么久哦，昨天又来找我，第一件事情是感谢我这段时间照顾你，所以后学呢也很感动。原来后学父亲归空20几年了，他也没有离开啊，所以佛堂的发生事情他都应该会知道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做出如此的举动。而且第2呢，感谢上天慈悲，道是真的，要不然归空了20几年，有谁有这个能力？当然是天慈悲啊，让他还有机会跟坛主、跟后学呢继续结缘。最安慰的地方，至少他是自由，至少他是自在的，至少他是光明的。所以如果道没有尊贵的话，后学父亲是1998年归空。现在都已经20几年了，所以20几年后，他还会在这个佛堂里面清清楚楚，这个道路我是假的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当然也包括后学这次染疫这件事情呢，这件事情呢也真的是天人师德了。那时间关系，那详细的部分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个深入的了解。那么后学只能简单的把它讲到这个地方。当然，一切，并不是后学个人的
的能力的问题，这一切的一切是上天有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大威力、大功德在里面，让后学呢有一次重生的机会，再一次的了解生命的脆弱，修道的切迫要快不能慢，因为生命的消失往往就在那一瞬间，因为后学看得到，后学旁边这边究竟换了几个人呢？这边也换了几个人，幸亏后学没有被换掉啊！后学出去的时候，出院那一天，那些护士啊、医生啊来拍手，后学吓到，我讲哇，怎么那么隆重？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原因啊？后学在那边快3个礼拜，医生说你是第2个走出去的，剩的全部是盖摆布推出去的。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么严重，前面有1个是走不出去的，后来第2个，剩的也是有出去的，不过是那种盖布出去了，那个不好啊。所以那医生就来拍手一下，而且感谢他们。或者从床位走到外面的时候，每一步或者踏出去，那些都有很深刻的感受。原来距离死亡这么接近，现在不脱离死亡。所以从后者的床位走到外面的那个跑灯要经过2关，还要检查才给你出去，确定你可以出院。所以那个路很远，要走到外面去。所以这一段路或者走了快10分钟。这10分钟里面呢，或许觉得是后学有史来最长的一段路程，从生到死亡，再从死亡再回复到重生。所以整个心态在入院之前跟出院之后会有一个天渊之别。以前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，经过这一次过后，你觉得全部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，放在生死的那一刹那，所谓的你看重的那些事情啊，包括人事问题啦，有的没有事情，是多么不值一谈的事情。那么应该要做什么，自己要很清楚。这个是后学比较深刻的体悟的部分。所以出来过后啊，对很多事情啊，就不会那么多的在意，你会开始放下很多东西。有时候以前可能遇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你会很困扰，可是同样今天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后学没有困扰，我也很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学每天跟自己讲，现在每过的一天是你赚到了，那个想法转一下，弹掉了、Q 掉了、射到了，所以你会过得很开心啊，你会过得很自在，你过得很充实，自然还有什么埋怨呢？还有什么好让你难过的东西呢？所以这个是后学的收获了。当然，上天无量的慈悲，接下去还有工作使命要继续的去完成，立的愿也要去完成。后学就学习到这地方，感谢上天慈悲，感谢坛主，感谢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，让后学有学习报告的机会。希望诸位前贤大德能够可以以这个后学的借鉴啊，这个经历可能可以鼓励其他的道亲人才。对新冠肺炎这件事情，我们必须看重，防疫一定要做好。可是回来佛堂修办到这件事情，也不要因为这段疫情的事情而被耽误。如果你因为怕疫情不回佛堂，那是你最大的损失。出事的时候，只有天可以帮你，没有人可以帮你。连医生只跟后学讲那一段很重要的话。后学办婚礼的时候，他最后就讲，他说我不能救你，没有药可以救你，你只能靠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力赶快 activate 起来。过后他又加多一句话，如果你有什么宗教信仰，叫你的神来救你。那医生这样跟我讲，我现在就知道他已经是尽力了，没有办法。结果那个晚上后学就做了那个梦，所以基本上可以这样讲，医生已经放弃后学了，因为他也不能做什么。所以后学今天又可以站在这里，这一切呢是上天给予后学重生的机会。
希望大家诸位学员大德，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，感谢师父。还有一部影片呢，南印度人呢会讲流利的国语啊，他还提到说道清帮他送那个弥勒救苦真经吧，要诵经，然后功德回向给他。这里面提到了好像是道清叩求慈悲头了，还有功德回向给他，让他早一点脱离这个病苦了。另外一部影片是有那个影像的，那人长得也很高大粗壮，然后也很相貌堂堂的，还提到说要立志当讲师，要度很多印度人求道呢，见证了天恩师德，见证了道真理真天命真，见证天道的殊胜。现在道劫病降来啊，赶快得一贯道三宝心法，得了三宝心法，再世宏香化机啊，遇难成相啊，先得后修啊，净身口意三业啊，然后有果报的话会重报转轻报，轻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啊，就是转危为安啊，宏香化机啊，遇难成相啊，脱离鬼门关，你看，然后有了新生命，要度化众生啊，脱离苦海啊！感谢上天慈悲。